嗨，大家聖誕快樂！又嚟到呢個卓老闆教室啦。今日嘅主題呢，我想同大家講下醫學昌明究竟係福抑或係禍呢？上個月我有個朋友都成60歲啦，咁佢覺得頭暈又頭痛喎。佢個保險嘅代理人呢，就提議佢：你不如入去醫院做個全身檢查啦。咁於是乎呢，佢入咗醫院，又做一個心電圖，又驗血，又照胃，又照腸。哇！照出嚟個報告咧，真係好多人驚。3條冠狀動脈血管裏邊咧，居然塞咗2條半。個胃裏邊咧又有幽門螺旋桿菌。最大鑊嘅咧，就喺個直腸度咧生咗個良性腫瘤。咁據佢主診醫生話，血管、心血管嘅問題可以慢一步處理，但係直腸嘅腫瘤咧就急得多啦。如果唔係咧，會導致咧係腸栓塞咁講。於是乎呢位朋友咧就入醫院開刀，用微創嘅方法咧係割除咗呢個腫瘤，而且咧係因為要俾呢個傷口嘅縫合咧，於是乎喺呢個腹壁上邊咧開咗個窿，就將呢一個係腫瘤病槽以上嘅腸改道，令到啲糞便咧可以由呢個創口裏邊咧係排出。傷口復完咗之後，再縫翻個傷口咯，就能夠咧係令到咧係呢一個糞便咧重新咁樣就喺呢一個肛門度排出啦。手術過咗1個禮拜，咁佢就出院啦。大部分嘅費用咧都係保險公司負責嘅。不過到咗第10天咧，老友喺屋企咧不停咁嘔，立刻咧就係家人咧送佢去醫院搶救。佢發覺咧係腸部嗰度個傷口發炎啊，消化咗嘅食物咧就係塞住咗喺嗰個發炎嘅傷口個附近，冇辦法喺呢一個腹壁嘅創口裏邊排出。於是乎咧都幾核突個嗬，係由個口度嘔出嚟。更大嘅問題咧，佢發覺佢嘅腎臟嘅功能咧，各樣嘅指標咧都嚴重出現呢個好大嘅問題。2個腎臟居然咧係喺報銷嘅邊緣，需要立刻咁樣處理。之後呢位朋友咧就即刻去揾佢自己私家醫生去處理咯。而家都算咧係醫得嗰個情況穩定咗啦。不過咧都元氣大傷，而家都冇返工添。我想同大家計下，喺私家醫院度做通波仔，而家普普通通一條都要你20萬啦。咁2條半你估要收幾多咧？用微創嘅方法去切除呢個腫瘤，又要收幾多錢呢？喺個腹壁度開一個創口排便，又要收幾多錢呢？我諗呢位老友前前後後全部要處理好呢啲問題咧，我諗起碼都要50萬啦。我知道佢唔係一個百萬富翁嚟嘅，一下子要佢攞50萬出嚟，我諗覺得好困難。你話唔去呢個私家醫院做，去政府咩？政府排期都起碼要9個月啦。你話你急，有人仲急過你喎。最低限度你啲腸都未人塞晒啊！所以我想問大家，你覺得醫學昌明究竟係福抑或係禍呢？所以喺市場上邊就衍生咗一個醫療費用嘅問題。其實如果你只要有一大筆錢，以往係冇得醫嘅病，而家可以用呢個藥物去控制住，咁仲唔係俾保險業有一個好大嘅機會咩？助人又可以助自己，因為喺醫學昌明裏邊，以前唔存在嘅高額醫療費用嘅市場，而家產生咗啦，而且市場仲好大添噃。你計一計數啊，全香港700萬人，只要有20%人，即係140萬人成功成為你嘅客人嘅話，平均每個人係要俾2萬蚊保費，呢個市場就有280億。
咁多㗎啦。你想唔想分一杯羹呢？只要每個月你做4張保單，揾4個客人，每個客人收個2萬蚊保費，你每一年嘅保費嘅營業額咪有96萬咯。你想唔想知道其中你可以得到幾多佣金啊？同我聯絡下啦，好唔好啊？